今日下晡5:06，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7的地震，深度近9公里。宜兰、花莲、台北、新北拢受到国家级警报。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5投票，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在7个关键州有5州的支持率拢领先对手 Trump。英国上新的研究发现，世界文化遗产大石阵，其中的这大石是对745公里外苏格兰东北部运来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下晡，宜兰近海10分钟内就发生3站地震，5:06分规模5.7的迄站是上界大的，深度近9公里。宜兰、花莲、台北、新北拢受到国家级警报。气象署是表示，这回地震并不是4月份花莲地震的地震尾。监视器录到地震发生的时阵，是先调一个，了后开始海。15:05分，宜兰发生规模5.7的地震。地震中心伫宜兰县府南东方的近海，地震的深度近9公里，是极浅层的地震。一刹那是真的突然晃了一下，吓了一跳啊！还好是我们员工都在，有扶着一些东西，还好没有掉下来。大海落来哦，好。这个规模5.7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宜兰、布塔甲南澳，拢达到5级。花莲、新北甲桃园震度嘛拢有4级，台北市测到3级。不过因为地形是盆地，地震破进入盆地了后，有震动效应，下的感觉是真明显。地震测报中心讲，这个地震跟4月初3花莲的地震无关系。这个地震跟0403这个花莲地震的一个相关联，根据我们的判断，因为它已经在这个花莲0403的一个比较北边的位置，所以我们判断是一个另外一起新的地震。那地震的原因，地震测报中心讲是板块小克所致，统计地震中心20公里的范围。从1973年以来，发生过14届规模5.5以上的地震。地质专家讲，当地原地都是较常发生地震的所在，今嘛发生5.7的地震，并不是真罕见。它的频率大概全台湾地震频率最高的区域，大概就在这一块，就是刚好是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的碰撞或是隐没的时候的交界处。到在这届地震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地震发生了后，伫苏花公路南澳到东澳这段有石头落落来情形。公路局已经启动巡查，也若台铁公司东部干线的列车，第一时间是放慢来驶，嘛照标准流程做路线的巡查。暗时经过宜兰火车头的列车，大部分拢有慢分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政治献金案，会计师段木正甲木科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官，互检方叫去问话了后交保。即阵另外佫一讲，这郭文哲伫咧选总统的期间，伫台南一场造势就开400几万，无解合理。另外，这竞选办公室96万的餐费嘛受到关注。不过，这民众党是不会讲是小报唔对。这真是会计师的合理条件吗？专庭无讲话，检方10时暗时以被告身份约谈会计师段木正、木科公司负责人李文官。清早律令段木正200万交保，李文官15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出海，并且挂电子监控设备。不过段木正密报无着，无在条交保，改100万交保。另外，检调约谈段木正助理陈维选木科公司过价何爱定了后，认为涉当嫌已经对证人转做被告。其中陈维选信后无报请回，何爱定50万交保。郭文哲表示，若准予约谈，安尼真正常，真欢喜政府的效率才好。主席会不会担心被约谈？谈也很正常，也没有什么。如果中华民国政府效率都这么高，我们是很乐见，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边这样，每一笔支出都有凭证嘛。也若指出争议唔拿一层，另外这期郭文哲选总统期间，伫台南一场造势活动，就爱475万，并无合理。对此，实录嘉年澳公司的负责人戴丽玲上广播节目时解说讲，475万是规场活动的活动执行费，选举期间办什么活动拢贵。也表示争议事件爆发了后，郭文哲捌敲电话了解过程，并且回实的，也承诺过会全面清查。也表示，若准民众党内底有任何斗争，请莫牵连到外部的人。916为什么灌给我？我也很想问啊，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因为现在说是端木正，我都不知道是谁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昨天有跟检调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查清？
然后告诉我们是谁。另外，还有一条96万真贵的餐费也互人压空。民众党强调讲，是无设计甲110块、甲960块两条钱，中间唔对变做一条。政治现金的争议也探索出政治责任。迄阵做国文地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已经请示民众党中央委员，不过党内也有声音爱医师不分区的立委。国文地表示，混乱时莫阁添乱，爱先徛好在解决代志，处分的代志后壁再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木星股金牌林旭廷等等7个出名的国手，今日是参加新北市政府举办的感恩大会，也有签名会，是请真侪支持者去排队签名。也那是台湾土地银行今日是表扬奥运羽毛球男双金牌2连霸王泽林，颁发100万的奖金。我们自己家乡的这个家长哦，请巴黎奥运木星球金牌女将林旭廷伫白写字典馆签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变做卖将，爱教练詹志强嘛做伙签。侯友宜高精上特侪的加油囡仔，感谢选手的付出。在这趟旅程遇上更好的自己。包括林旭廷等7个国手15参加新北市政府举办的感恩大会，因为国际奥会甲国际群众感情拍歹，各界伫关心林旭廷未来是不是也会当参加后一届的奥运。旭廷是讲，台湾已经加入新的国际组织世界拳击协会，会持续争取比赛积分。未来也会有更积极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赛事。那希望说，当然就是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样。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日本跟台湾的桥梁，向强国日本吸收到更好的资讯。选手搁参加签名会，吸引真侪迷将到场排队签名。带伫家人女性民众8点就来排啊，伊排第1个，搁特别准备手指，互林旭廷甲挂起。东西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一个戒指，谢谢我们一个戒指，为国争光的选手们，也谢谢李玉婷。台湾土地银行同时间是表扬完成奥运男双金牌2连霸的羽球国手王泽林，颁发100万的奖金。泽林嘛，趁机回馈队友，争取更好的训练条件。希望说有一个新的场馆、新的宿舍，甚至人员的扩编，让我们的选手能更安心、更安稳，接受更好的训练，然后培养更多的世界冠军、奥运金牌。因为利用要退役，王泽林要甲少年选手邱尚杰做新组合，希望未来合作争取好成绩。总统赖清德16要接见奥运英雄，举行英雄 party， 再搁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台北市政府嘛刷落举办流行 party， 为英雄来赞声。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电力问题，唔那百姓挂虑，这企业要来投资嘛真烦恼。行政院今日是总算承认讲，北部的电力确实不足，规个北基头电力要开发较困难。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即前讲，桃园以北地区目前未过核准供电户5米加瓦以上的资料中心，呼吁高科技产业到支持电源开发的管区发展。引发桃园市长张善政批评讲，台电讲法甲政府长期讲的无欠地是天差地。北部确实是它整个用电量远超过供电量，我们很希望县市政府经济都能够发展，但是不能你只要经济发展，但是电力建设你都不要啊。台电表示，设定5米加瓦做立管标准，会当避免影响民生用电，也确保 AI 产业顺利发展。参像新加坡、韩国、欧盟也拢采取类似的措施，不是因为欠电，是为着有效管理高耗能产业对电网的影响。行政院19说明讲，以全国的角度来看，供电是够的，不过也坦白讲，北部的电力确实无够。因为湘北、基隆、桃园规个北部的电力开发较困难，以2023年做例，北部供电甲需求相差大约200亿度。没有错，北部确实现在的电力是不足。2023年北部的用电量是930亿度，好，那发电量只有750亿度，供需之间的差距差不多有200亿度这么多哈。那同一年呢，我们要透过南电北送，或者是中电北送。但是凯指出，以区域的角度来看，确实爱更加积极开发北部的电源，若无用电会长期无够。即马是采取南电北送、中电北送来应对，并且加强协和电厂转型等计划，也呼吁地方配合中央电力开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5投票，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8月初接替现任的总统拜登竞选。这上新的民调就显示，贺锦丽伫咧7个关键州的支持率拢咧清悬。除了这内华达州目前也是 Trump 领先3%，乔治亚州双方平手，其他5个州拢是贺锦丽小可领先，
大概是赢1%至3%左右。民主党就推测，若是这 Trump 落尾选输，可能就用这个好音的参选资格来做借口，拒绝承认结果。前那些西米露结红线的国代，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是出席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集会，原本要公布经济政策，煞伫讲到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时阵，佫一摆批评民主党换人参选，佫攻击贺锦丽的笑声像啥话。No, her laugh is career-threatening. They said don't laugh. She hasn't laughed. She doesn't laugh anymore. It's smart, but someday it's going to come out. That's a laugh of a person with some big problems. 川普过去2礼拜一直对贺锦丽做人身攻击，互党内盟友、关键支持者甲顾问建议川普转去关心贺锦丽任期的失败政策。川普则是批评贺锦丽放任通膨恶化，佮互真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伊嘛承诺伫伊上任的一半当内，美国的能源佮电力成本会当减一半，互美国的民众佮一摆负担下去。伊嘛强调，伫政治执政的时阵，受到各国领袖尊重，暂时煞非常接近第3届世界大战。We were respected before Putin respected us. President Xi of China respected us. Kim Jong-un of North Korea respected us. We were respected by everybody in the world. Today we're being laughed at. 讲一讲，川普的副手范斯伫密西根州的集会是质疑贺锦丽甲各国领导人交流的能力。贺锦丽8月初直接替无要连任的拜登参选，原本甲川普伫7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互相有领先。也毋过，无党派网站库克政治报告的上新民调显示，贺锦丽伫7个摇摆州的支持率，除了内华达州已经伫6州摕到淡薄仔领先。民主党人士指出，若是川普最后败选，有可能会甲顶一届大选同款，无承认选举结果，卖质疑贺锦丽加做民主党候选人的合法性。因为川普一直主张，甲副总统变做总统候选人是违反宪法，会进行法律诉讼。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北韩对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封锁国境到今已经4年外，今年底是要重新开放国际观光，会先开放挖进中国边境的3D 演示，先予罗西亚也有中港澳的旅客专案入境。伫北京的高丽旅行社，甲伫沈阳的 KTG 旅行社，拢伫社群网站顶悬公布，北韩当局都要开放外国人去当地旅游。头一个开放的重点，并毋是印尼真受欢迎的景点金刚山，或者是首都平壤，是伫挖近中国边界，属于两江道的3D 演示。当地为2017年开始，导航来做是全面改建的重点。伫疫情的期间，2021年完工，而且3D 演棍嘛伫2019年升级加做3D 演示。根据平壤当局官方的讲法，3D 眼镜内除了有朝鲜半岛上高峰白头山，嘛有红合作是白头山密营的所在。除了是已经过往的领导人金日成，领导对抗日本游击队的司令部，嘛互宣传做金正日出席的所在。承办北韩旅游超过30年的北京高丽旅行社指出，新冠疫情造成北韩对外观光旅游冻点超过4年的时间，这是前到大拢毋捌发生过的情形。也若年底开放进前，目前敢若有罗西亚甲中港澳少数的旅客以专案的方式入境。旅行业者表示，伫北韩官方准备开放的时阵，伊嘛当咧联络北韩当局直接的单位，包括合作的旅行社等等，为重新开放量早做准备。公司新闻齐家仁编译。厄瓜多尔有毒贩利用水灵车运毒，这涉案的嘛包含警察在内。另外，纽西兰一间慈善机构本的王来汤啊，竟然验出病毒，目前已经有3个人送病院。画面内底这包装温色的汤啊，看落是真好食。不过，伫纽西兰有一个囡仔甲一个青少年食落水喷出来，另外一个大人食落感觉身体无爽快。这3个人拢去用送病院，相关单位测试了后，发现这个汤啊竟然内底有毒品。Forensic test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one of the lollies, and you heard earlier today that some other testing by other agencies has been carried out also or already, with the confirmation that it is methamphetamine. 化验的单位表示，这有问题的汤啊，一粒内底都有3公克人工冰毒的毒品，也就是甲基安非他命，是一般食毒的人使用剂量的300倍。这种毒品若是食了过多，会致使胸坎痛、心肝头皮泡彩、阳痿发作。精神错乱或者是毋知人，3公克的量食到到底是会无命。而且，互人更较惊吓的是，这款往来口味的汤啊，竟然是纽西兰一间慈善机构透过食物银行发予民众的食品。
It was a highly appropriate thing for our staff to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safe lolly because it was in a sealed, contained package and that the lollies were then individually wrapped and it was branded by a relatively well-known brand and producer of lollies in our country. 主审机构对这个四角菜的素食是感觉真失礼，而且嘛讲，这个汤仔是一个无欠命的人士管的，差不多有400个人收到这款的汤仔。目前已经知影有8个家庭受害，警方嘛当积极想要把这批有毒品的汤仔捉回来。因为伫个南美毒品问题真严重的厄瓜多，警方伫个西南海岸的杜兰区发现黑社会竟然利用公务的消防车来载毒品，包括消防甲交通部门拢有涉及官商勾结。目前已经有23个嫌犯被抓起来。Es que durante la investigación se pudo determinar que varios miembros funcionarios del Cuerpo de Bomberos de Durán serían parte de esta organización criminal quienes eran los encargados de trasladar armas de fuego, sustancias catalogadas a fiscalización en vehículos institucionales. Estamos hablando de camionetas, tanqueros y ambulancias. 警方表示，杜兰因为离厄瓜多主要的港口城市瓜亚基尔真近，已经变作是毒品运送甲转手的据点。毒品帮派渗透入去消防单位，两个月有2个消防员去互杀害，也有发生有2个消防人员攻击警察去互抓起来。目前检警当全力咧加强当地扫毒的行动。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英国上新的研究发现，伫咧这大石阵正中的这段石是对740公里外的苏格兰东部部运来的。古早人到底是安怎把这大石头运来这？犹原是一个谜团。伫英格兰西南部的大石阵差不多有5000年的历史，因为特别的排列方式甲神秘的建筑目的，当年拢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参观。1986年，原来互联合国列作世界文化遗产。较早学者伫约，这个大石阵中心的这段石是为威尔斯西南部来的。按过上新的分析所指出，这块重量6吨的大石头来源是苏格兰东北部700多公里远的所在，甚至有可能是为外海的谢德兰群岛来。And for the altar stone, we can say that we're greater than 95% confident that the altar stone matches the Orcadian Basin in terms of provenance. 这项上新的研究结果刊登伫14个自然期刊，因为大石阵无互人稳准开挖破坏，或者是采用较早考古挖掘的砂岩碎片来做分析，透过成分内底油甲盐的比例，计算岩石年纪甲原来产地。研究人员的下一步是要找到这段石伫奥卡迪亚盆地确实的原来位置。We know roughly the area. It's a big area, the Orcadian Basin, where this comes from. Where exactly in that region did it come from? Is it from the mainland? Is it from one of the islands? 这项研究结果嘛带来搁较侪疑问，目前也是无法度解释伫无高速公路甲先进的运输科技的年代，这么大粒的石头是安怎为真远的苏格兰搬运到英国南部？到即嘛，大石阵也是新原教甲德鲁伊教上界重要的朝圣地。当年教徒聚集伫这个所在祈祷、静坐加庆祝节日。公司新闻牛眼编译。英国有研究发现，甲厝顶插座会当反射日头光的白色，会当互温度降低2度，是比伫咧厝顶种花草效果较好。日本野村证券欧洲总部伫英国伦敦的市中心，这栋大楼的楼尾顶拢是太阳能板，直接接受日头光，提高发电的效率。边仔阁有花草，甚至是真罕见的兰花。亲像这款有生物多样性的绿色厝顶，伫日时会当降低四边地区大约0.3度。不过绿色厝顶到暗时颠倒互温度增加。虽然用食物来盖厝顶，不过降温的功能就是无啥好。好处就是改善排水，甲提供野生动物生态地。I think the more green roofs that we can get, especially in these highly urban areas, the better. I mean, there's a lot of wildlife out there that still needs to thrive. That be it birds, be it moths, butterflies, bees. There's many species of creature that really do need this kind of habitat. And the more we can do to enhance that, it's going to enrich our lives as well. 根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8月份伫地球物理研究通讯期刊所发表的结果显示，若准采用冷厝顶效应，也就是伫厝顶插白色反射性的涂料，含装太阳能板或者是种食物的绿色厝顶来比，会当互建筑物四边的温度降1.2度到2度。
whitening its roof would actually reflect part of the solar energy again and reduce temperature within the building and also in its surroundings, probably. But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the problem with whitening of roofs, and it's often a cost that has to be added to it, is the fact that it gets sanded, it gets dirty, and so its reflective capacity is lowered, and so you have to make sure to maintain it always as white as possible. 即马全球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天气变甲真极端。专家当咧找开搁较少的能源调整城市的景观，为城市的降温。公司新闻深入陪编译。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了后，就大定香港人赶紧搬厝，搬去英国的就挖近20万人。因着甲香港的食食也个文化早去英国，咱一回来看。东伦敦的红砖巷早期是孟加拉移民集中区，即嘛是市行个古典的多元文化区，世界当看到表现家己个性的图甲商店，这嘛是亚洲文化饮食的新据点，其中嘛包括复制地餐厅文化的香港主题餐厅。在伦敦，就算在 Chinatown 也没有。就是很 specific Hong Kong restaurant， 很多餐厅也是很大的餐牌，里面有香港的某些 item， 但是没有一个这是很只有卖香港 theme 的餐厅。尼可本来是花艺师，2年前看到香港人真侪移民来，想要帮助香港人伫遮好徛起，所以开始成立社交平台，提供香港人有路用的生活资讯。嘛，阁想到甲英国社会对话的重要性，决定开店，卖当讲香港故事的食物。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觉得在我们生活的伦敦，也是可以建立一点点的香港的footprint 这样子。就想要告诉别人香港是什么啊。甲较早英国广东菜餐厅专门卖烘鸭甲烧麦无共，这间店的食物有东西方烧夹的元素，为香港式的年茶、瑞士鸡翅甲罗宋汤。店内装潢同款记录香港才有的记忆，为座位报道的提醒，菜单压伫玻璃下骹，甲为日本出来的柑仔烧酱料罐，正准确复制古早茶餐厅才有的特色。这2年伫英国开店的香港料理嘛，安慰袂少乡愁。这也是香港人伫英国定居生活的好所在。香港人的餐厅、香港人的市场、香港人家己走脚做的送餐服务，伫全英国四界拢有。20万的移民英国香港人，透过家己喙舌đảm出来的香港滋味，伫讲着新香港移民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那看到七彩的红顶看板，就知影这是香港街路。不过这几年因为安全问题，也有技术的断层，5年就超过16000块看板无去。香港伫二战了后，经济真紧起飞。伫1960年代，香港工业发展，真侪大企业、夜总会甚至餐厅等，拢用五彩灯看板来宣传因的品牌。盛咸雅白的五彩灯也豆豆成做香港上灿烂、上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五彩灯看板数量伫1980年到1990年代达到上济。Neon is not only signboards; it could be art and craft,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Hong Kong identity. I mean, visual identity as well. 不过，中国政府接管香港，法令顶悬也用中国模式。香港的吴史最近修订建筑物条例，真侪店头的看板因为大小位置顶安全记录，遭到大量拆掉或者是重新维修。刚刚过去5年，都差不多1.6万个看板被拆掉，未少特殊路店的看板，拢伫一波一波的拆除工程当中花去。文化上是非常重要，就是其中，其实很多旅客之前有可能是我家人的年代的时候，也是其中香港你想来看的东西就是这个文化，就觉得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方面，所以现在少了，有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特别了。为保留这种独特老香港的味，一寡香港非营利组织发起活动，希望用抢救这有时代意义、提供符合文化。年轻汇流都伫当中扮演重要角色。2023年8月份，特别举办五彩看板展，希望用重新唤起世代记忆。还有一个重要组织，就是由2个建筑师共同创立的街招。2018年创立的街招，就是要亲自探索香港看板的故事，改造建筑条例。
最後，互康棒加景加做都市文化遺產。 Special thing is of course about the shape. It's very unique, different from many of the more regular geometries. The tea leaves itself stand out, and that's the one of the characters, the main design identity that they have been using to create a very unique image for their shops. 根據統計，香港至少約有1800個五彩看板需要拆掉。投資保護五彩看板嘅民間團體強調，五彩看板唔單是看板，也有香港人嘅身份認同，是香港嘅獨特所在，絕對免互因佇時代演進內底消失甲無影無跡。公視新聞警員慶朋友，感謝您收看，再會。